好啦，講下今日施政報告先，係。施政報告話，我就最關心呢個房屋政策啦，咁就尤其是呢個置安心計劃嘅特首話齋係優化咗嘅置安心計劃。咁啊大致嘅內容就同之前其實都冇大分別嘅，只不過佢依家就話咧由先租後買咧就變成可租可買。哇！但係咧就先講個題外話，就我覺得呢個咁嘅口號咧同民建聯一路即係要求嘅一模一樣啊！民建聯啲 banner 大家如果有留心嘅話咧，喺區選之前嗰啲咧，因為嗱區選就拆晒之前舊嘅 banner 啦，但係區選之前咧，民建聯啲 banner 咧全部都係話要求政府推出呢個置安心，但係就要係可租可買計劃嘅，即係佢係究竟係即係收早3日風，佢都唔係收早3日啦，收咗3月風，定係真係咁有慧眼知道話特首就會推出呢個可租可買計劃啦。嗱咁大致上就係月入4萬以下嘅家庭就可以透過政府嘅資助啦，其實即係就先去租又得，或者即刻就選擇去買一個所謂嘅呢啲居屋單位。咁嗰啲單位咧就會先定咗個價錢嘅，即係喺你買嘅當日咧。有個司令嘅，即係如果跌咗咧就會減價嘅。跌咗咧係啊，嗱呢個最大嘅特色咧就係呢個計劃咧，譬如5年嘅長度嘅話咧，5年之後你就要選擇嗱，如果你買嘅話咧，你就用翻當時你 agree 咗嘅價錢，即係話第一日 day one 嗰陣時嘅價錢，譬如係200萬嘅，咁你咧。5年之後咧，就算個樓價點升都好，或者出邊個市場點樣癲都好咧，去到1000萬，咁你都係用200萬。係啦，你依然用200萬就可以買到。跌落100萬咧，你就可以用100萬喎，即係 no risk 嘅喎。其實呢樣嘢係啊 risk free 嘅一個投資嚟嘅喎，基本上即係冇 downside risk。即係如果我應承咗政府用200萬買呢間屋，5年之後佢得翻100萬咧，唔緊要啊，我咪用100萬買咯。但係喂，如果市場癲起上嚟升咗5倍，1000萬，咁我就梗係200萬買，係用200萬，跟住然之後就800萬嘅 profit 就 right there 㗎咯喎。咁即係其實對於呢一班參與咗計劃嘅人，基本上真係冇乜風險㗎喎。咁但係又會唔會造成到，譬如話即係唔好話咩啦？咁有好多中產其實都過咗呢一個入息嘅上限嘅。咁佢哋其實都面對緊好多房屋嘅問題㗎喎。嗱，佢哋其實開支都好大㗎，又要供樓，又要養車，又要養仔咁好多。咁嗰啲得唔到幫助，不特止你仲令到嗰個即係其實可能某一個 sector、某一個階層追得快咗，但係自己就好啦。第二個居屋計劃啦，你講居屋計劃啦，我再講埋呢樣嘢。居屋計劃咧就冇啊，基本上就係復建居屋啦。咁然之後就，但係咧就2016年之後先正式落成，就每年提供5000啊，特首更正咗就5000個單位咁樣樣。平均5000，由2016年開始5年。如果示威上嚟咧，就可以2500，多上嚟咧就可以6000，就更多啦嚇。咁至於平均就有5000一年，5000個單位一年。咁但係就要大家記住喺2016年先開始有啊。咁即係呢幾年咧，大家就唔使旨意啊。即係呢個樓市咧，其實即係有排撐嘅，我覺得。即係佢講得嚟咧，都唔知點解要起咁耐。即係啲人就批評佢，喂，政府總部啊，你咁大壇嘢，連埋個立法會大樓，你都係3年內搞掂啦。你要起嗰啲，你好大起工嗰啲天馬艦嗰度，你就嘭嘭聲即刻起到出嚟，仲要趕住入伙，係咪先？搞到工人都電死咗，就係因為要趕及你嘅施政報告嚟到啊！即係喺新大樓嗰度發布。咁點解居屋嘅建築期需要咁耐咧？同埋係咪真係喺即係同埋今次個補地價政策改成點？你知唔知啊？馬丁，補地價有冇？補地價政策其實就同以前唔同啦，而家就係而家個樓價，而就已經佢係用翻而家個樓價個差額，就唔使用你賣嗰陣時嗰個40%嗰個差額啦。你明唔明啊？即係首先第一就係而家咧就同你收入掛鈎，即係個樓宇咧，無論去到10萬蚊一尺都好啦，就計你嘅收入嘅 percentage 可以供得起你又定價。咁佢嘅市價，佢嗰個例子第一唔理咗個市價先。佢嗰個例子就係話一個第二用而家嘅市價作為補地價嘅差額。係，但係咧呢個就咁樣樣喎。呢一個而家咧係用市價喎。嗱，我舉一個例啊。即係假如你層樓而家係值200萬。你咧就用120萬去買，咁你咪要補80萬地價。咁呢80萬地價，以前咁你咧係俾咗，因為你俾120萬，你俾咗60%，即係有40%咧，你就要補出嚟，就真係嗰80萬啦。80萬啦。假如去到1000萬嘅話咧，咁嗰陣時咧，你又就變咗補400萬啦，係1000萬嘅40%，你知唔知啊？咁而家咧就係咧，你無論如何都係補80萬。哇！嗰層樓去到1000萬。你都係補80萬。如果個樓價大升就係佢，如果個樓價跌咁點咧？咁個樓價跌咧，
就佢就冇呢一個治安心，冇治安心咧就一路擺住個司令喺度，你可以唔買，因為你俾120萬啦。但係咧你可以唔補喎，你等到個樓價升翻先補，等到升。所以咧係輸打贏要嘅，即係必贏咯，即係必贏嘅。呢班友係必贏嘅。其實係轉成輸打贏要嘅。輸打贏要得好犀利嘅，而且咁樣樣，你諗下呢班人其實由政府俾佢嘅津貼係多咗好幾多，係啊，咪就呢個 opportunity cost 咧好強嘅，好強啊！咁以後咧，如果個樓價起到，舉個例啊，真係起到1000萬咁樣樣，咁你只要補80萬，咁你咧係咪即刻代翻920萬？你用咗920萬去買私樓咧，個差距咧就少好多啦。而家嚟講咧，你嗰個差距咧係會爭咗500幾萬嘅。係，你明唔明啊？哇！佢呢個，我覺得其實佢呢個咧，其實係間接助長咗啲人，反而係令到個樓市即係更加熾熱咯。即係如果諗得再長遠少少嘅話，即係其實即係鼓勵咗整體嗰個即係置業嘅心態係強咗。其實係亦都鼓吹咗佢哋買完個居屋之後放翻出去，係啊，多好多㗎，即係變咗湧落嚟。咁當然啦，頭先我就聽阿施永青講就係佢都擔心即係會影響翻細單位，即係私人市場裏邊細單位嗰啲樓。嗱，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啦，我又要講喎，特首講嘅嘢咧有一句係彈弓手嚟喎，佢話呢一個咁樣嘅居屋供應係要睇個市況。隨時得停㗎嘛，隨時得停。即係如果而家咁樣咧，個樓價跌緊咧，就得停㗎咯，即刻就得停嘅。即刻唔使做啦，係咪先？因為而家跌緊啦，而家目前係一跌緊咧就得停㗎咯，減少或者得停㗎喎，呢一個係。跟住同埋咧，永遠有 lag time 嘅，我覺得呢啲，因為嗱，你就算宣佈咗有個咁嘅 policy 咧，但係到你 execution 嘅時候咧，你如果成日都話要因應時機去做咧，咁做決策嗰人，你究竟用幾耐時間去做決策咧？譬如個樓市好啦，由跌轉升嘅時候，你係咪需要又話啊？到時政府又最興㗎啦，我睇定啲先，我要睇定呢個市況係咪真係穩定咗啦？係咪真係向上緊發展啊？我先至推出呢一啲嘢，可能又到時又3-2年嘅咯，跟住即係又變翻跌市啊！一其實嗰個 business cycle 或者成個即係經濟嘅循環咧係好短咯，我覺得已經變到無論係股市定樓市咧，你3-2年已經係一個升市或者跌市。唔係，你睇呢個政府咧個彈弓手好強嘅，其實呢一季佢已經立即唔公開拍地啦，轉咗招標啦。其實預備必要時唔賣啦，你明唔明啊？收起晒啦，即刻收起晒啦。咁其實啲居屋咧，第一呢居屋咧亦都係如此。第二咧，我就成日都講，你個居屋有5000個單位，我就算你有2016年有5000個單位，2500個係綠表，2500個係白表。咁3萬蚊樓下冇樓嘅人。喂，係咪個個都想賣？有幾多人想賣？就即刻湧入去咯，好多啊！呢個 category 我覺得。呢個 category 有幾多人？好多人。個家庭係3萬蚊樓下嘅，我諗佔咗8-9成啦，係咪啊？呢一個好多啊！我諗喺香港嚟講，呢個收入尤其後生仔冚唪唥都 qualify 啦。咁點解得2500個人一抽到咧？佢就贏咗以百萬計嘅錢喎。一係咧就冇喎。點解咁奇怪嘅呢啲福利係？你明唔明啊？點解唔係所有人平均分咧？呢啲錢係。我有個同事就係喺呢個 category 裏邊嘅。今日一聽個施政報告之後，六合彩都唔使買啦，即刻最緊要煲掂呢個治安心。真係六合彩都唔好買啦，淨係煲呢個得係啊！真係啊！但係個還原率高好多啊嘛。咁於是佢咪寧願搏呢個好過搏六合彩啦。佢諗盡辦法都要搏掂佢啦。即係的而且確係發生緊啊！同埋你諗下喺香港，尤其是打工仔，依家就話大學生出嚟都係講緊9000蚊、1萬蚊平均收入。咁你如果2個人啊加埋都係2萬幾啫。咁即係話你其實大學生即刻馬上就 qualify 呢一個計劃㗎咯，一個 couple。咁你好多人㗎喎，即係可能一出嚟。咁係咪阿特首其實想鼓勵即係生育啊，或者鼓勵即係組織家庭？唔係，所以我就話即係我第一呢個居屋，我第一個我完全唔明白嘅就係即係點世界上有乜嘢福利係要搞豬嘅咧？即係唔係，即係非常唔公平嘅呢啲。你一係俾啲窮啲人啱，你 qualify 好多人，然後就搞豬，即係尤其是而家大鑊喎，升到3萬蚊，係招咗80人喎，即係呢一個係分分鐘係即係咁樣係。因為佢要篩一班人出嚟，個第一個最主要嘅條件就係你要好彩，因為即係香港政府咧呢排咧唔到，就好欣賞人哋腳頭好噶嘛呢排。咁樣其實咧，於是咧就只係一小撮人咧就中到，咁中到咧，咁咧就俾其他人睇咧係有希望嘅，你明唔明啊？呢一個係即係俾個希望你，非常唔公平嘅，即係以社會學嚟講，呢個係一樣非常唔公平嘅嘢嚟嘅。佢仲夠膽喺施政報告裏邊即係引用嘅一句成日俾人講嘅嗰句説話就係。即係不患寡而患不均。喂，佢仲夠膽咁講？呢個居屋嘅政策就係偏偏令到啲嘢不均。
即係你連同一個階層，本來應該大家一齊受惠嗰啲，但原理上嚟講咧，居屋咧都係一種津貼房屋政策嚟嘅。雖然佢津貼係擁有，唔係租住。但我問你，點解會係居屋行先？而唔係擴充公屋嘅單位，嗰啲人係咪窮好多咧？原理上應該照顧邊個先咧？即係呢個係唔佢攞直條連係唔係呢個此其一啦，即係要照顧更窮困、更需要住屋嘅人咧，就需要公屋去解決啊嘛。所以其實應該公屋行先。其次就係喂公屋啊，嗰個需求其實係一路都係話大，因為輪候時間3年，同埋公屋嗰個唔係擁有權嚟嘅，即係公屋嗰個係居住權，呢個係好基本嘅，即係話衣食住行4樣嘢，你未必需要擁有。或者但係你要用噶嘛，你住你未必需要有間屋，但係你都要住一笪地方。咁居屋就調翻轉，居屋係你津貼咗一個人嘅擁有權嚟，佢可以拎去炒賣啊，或者好似頭先我哋嘅分析，你賺咗錢你唔使驚有 downside risk 喎，仲要咁你係補貼咗一個人賺錢，但係就唔係幫咗啲最窮困嘅人去真係解決咗生活嘅。係啦，因為咧佢居屋嗰個其實點解公屋個輪候冊你話輪3年咧，就因為佢其實非常刻薄，即係限制到非常低。你明唔明啊？3年啦，呃人啦，根本就係。如果你將呢個一 raise 咧，就立即係輪出6-7年出嚟㗎啦，其實就係。咁呢啲人係咪更加急需好多咧？正係呢一班人，即係話又申請唔到公屋，更加買唔到樓嘅人。係住喺劏房啊嘛，越嚟越多添啊啲劏房，呢啲人住喺劏房最多 CQ 線啊最多啊。咁你而家唔去照顧劏房嗰啲人係點解咧？即係咁樣，你解釋俾我聽下，即係咁樣係。同埋即係眼見係個數量越嚟越大嘅時候，喂而啲劏房個租金都升得好緊要啊！冇錯，劏房個平均尺價同埋呢啲租金係簡直係非人可以想像㗎。所以你諗下點解唔當務之急解決咗呢一啲嘅問題？既然係佢都好似喺施政報告有應承15,000個公屋嘅單位，但係15,000個就遠不及需求啦，你仲要積壓咗咁多年嘅喎，唔好忘記你要清咗之前嗰條隊嗰啲，再加埋解決未來會跌落去呢一個網嘅嗰啲人嗰啲住屋需求，所以15,000個單位係遠不及市場需要咯。咁好啦，咁然後咧即係佢就話即係私人單位20,000個，但係嗰個咧就係即係彈性好強嘅嘢嚟嘅。其實咧就咁樣，咁而且咧即係我頭先講咗係彈弓手啦。彈弓手話咧就話個市場好似而家咁一跌緊咧，立即收縮供應㗎啦，立即收縮供應㗎啦，連呢個居屋咧都會係收縮㗎啦，根本就做唔到嘅。即係 anyway，佢嘅政策係咁，但房屋政策咧就係一樣太複雜嘅嘢啦。但係基本上咧，我可以講俾你聽，香港咧係需要起一啲更加 quality 有 quality 嘅屋。冇錯，係啊，因為實在咧係個居住環境嘅壓迫，呢個需要零20年去改變過去。我哋係需要更加大嘅房屋。其實好似新加坡一樣啦，咁公營房屋佔嘅百分比好高噶嘛，咁你即係過半數嘅人都係住喺公營房屋噶啦，咁你只要起得靚啲，你環境好，個單位又實用，或者個配套各方面同私人屋苑嘅即係比較即係靠近啲嘅距離，其實冇問題嘅。我覺得即係多啲人住公屋亦都 OK 啊，咁只要係一個 quality，好似阿先生話齋，個 quality 做得好嘅話，就應該猛推呢一方面添。你唔好理你擁唔擁有個單位，但係你起碼解決咗住屋嘅需要。住屋好緊要，咁你正常嚟講，如果你即係要照顧班比較窮嘅人，你係咪應該將個公屋個入息上限提升咧？咁呢個先係一個最正面嘅做法啊嘛。係啊，即係呢個短期內呢個方法咧，即係長遠嚟講，以政治意念嚟講，你知唔知我主張乜嘢㗎？阿馬仔，我聽過㗎，我聽過。我比較租金津貼啊，租金津貼。嗱，租金津貼嘅好處喺邊度咧？即係你而家住緊公屋嘅，我啲公屋咧就冚唪唥改晒做 REIT 嚟收租，收市值租金。係。本來而家收2000蚊咧，收5000蚊，但我就俾翻3000蚊津貼你。明白。咁你咧就可以搬屋啦。即係咁樣嘅好處咧，就係嗰個將嘅自由度咧就還翻俾啲人。你中意住大啲又得，你中意住細啲又得，你中意住豪華啲又得。咁樣呢個經濟產生極大效益。最重要就係我中意住邊區都得啊嘛。係啊，你唔會將個交通嘅需求咧就大幅度減低㗎。咁樣就咁。然後第二咧就係咧新嘅我撥一啲地出嚟咧就唔準賣散嘅。一唔準賣散咧，呢啲一定係成為全部係居住單位，你明？租住單位。咁於是咧政府咧就係喺嗰啲地賣嗰啲地嘅收入咧嚟到津貼翻呢啲房屋券。房屋券嘅收入咧，房屋券嘅津貼咧有幾大好處？第一，你可以搬屋。第二，收翻都容易，即係咧，我係一俾你咧就俾5年，5年後咧再用薪金檢查。如果你已經超到某度限度，你收翻啦。你公屋咧你就係收唔 Q 翻，俾啲人咧就霸住嘅，你知唔知啊？好犀利㗎！咁同埋咧，公屋咧係透過房署去管理，係非常低效率，管理得非常曳嘅。房署嘅
房屋嘅管理費係貴過太古城嘅，每尺係個成本係，你知唔知啊？政府一做嘢就變 Q 真係咁樣樣啊！養一個龐大嘅官僚架構出嚟，而係唔係即係其實咧一 extend 咧就而家輪候冊嗰啲冚唪唥可以俾租金津貼㗎啦。呢個當然啦，你需要增加個租屋嘅供應啦，即係呢一個係。如果大爺一張唔做咧，就由房協去做，即係啲地產成棟頭落嚟，就愛嚟咧就淨係規定起800尺1,000尺，就係全部要租嘅，唔准拆散賣嘅，唔准分層出售。基本上如果你講咧，即係呢一個咧，就係慢慢咧就將呢一個平均嘅樓面尺咧，就係升高，改善生活。將大量嘅工業區咧收回，政府有咁多錢咧收翻佢，拆晒佢，2/3做花園，1/3起樓。但我諗呢樣嘢政府或者任何一特首就唔會咁大刀闊斧啦。其次咧就係因為都牽涉到就係譬如啲房署嗰啲職員咧可能會冇咗份工啊，唔可能㗎啦。係啦，即係你都一定要 cut 人手啊，喺房署或者喺其他公營機構。咁啊大鑊啦，公務員體制一俾人喐咧就真係官逼民反嘅，佢哋覺得咁啊一定喐 Q 你嘅個特首啊，所以即係做唔得長。我諗即係短期內都見唔到一位明君可以即係落實呢樣嘢。規定唔准賣散，即係同埋規定嗰個，同埋咧又第二種，如果真係要做居屋咧，我嘅意見係咧，嗰啲居屋咧就唔係使補地價嘅。我一開頭咧就係俾市價賣，但係咧就係賣某個 category 嘅人。第一次置業3萬蚊嘅收入，你賣翻出嚟咧，又係要賣翻俾呢個表嘅人，你知唔知啊？大家係喺呢個表，咁佢永遠低於市值嘅，你就唔會有個 win for 去賺好多錢，因為下一手接你嘅咧，亦都係平嘅。啱嚇。佢依家咪就係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即係嗰班友係炒噶嘛可以，咁我依家攞之後，喂我攞咗政府着數之後，我咪去炒賣翻出嚟，咪補個地價咯，有乜所謂啫？係咪先？咁但係即係呢個不單止即係冇鼓勵到或者幫咗，因為其實轉下手嘅時候，咁即係佢就唔係一定幫到呢一個 category，因為你有限制嘛，買樓一定要香港人，一定要係呢一個未買過樓嘅，一生人只有一次機會買一間嘅啫，就收入低過幾多錢，咁佢一定係個 discount 嚟嘅，即係市價100萬，佢可能就係8-9成，即係咁上下嘅嘢，佢賣翻出嚟又係8-9成噶嘛，你明唔明啊？咁啊下一個接亦都容易啊嘛，如果唔係咧，下一個又變咗市值喎，你補完咗之後咪越嚟越少咯，個供應又係，即係我所以咪就話嗰 category 嘅人就唔會永遠受惠嘅，因為總會越嚟越少嘅淘汰緊，即係呢啲阿蕭生講嗰啲就處女樓，永遠都係處女先買得。係啊，即係唔准賣散咧，即係你而家咧，我哋啲樓咧就分層，即係割契賣散噶嘛，而家 create 一個 category 嘅樓出嚟咧，係唔准賣散嘅，即係你成棟住一樣嘅要。其實以前啲樓係咁樣嘅，你明唔明啊？係嚇，咁於是一定變咗有好大嘅租樓嘅供應。其實租樓嘅供應足夠係好重要嘅，即係呢一個係。係。我哋唞唞先。星期1、3、5，蕭生坐鎮，陪你遊走古今時事，道盡文史哲理。風也蕭蕭，現在開始。即係歐美咧，有啲地方咧已經係行呢一套即係代替公屋制度㗎啦。我首先解釋俾大家聽，譬如話現有75萬個公屋單位，當你收市值嗰刻，而係你俾翻津貼，嗰條數對政府咧係正負零嚟嘅，其實係，係唔 involve 到錢嘅。但怕唔怕谷起咗嗰個租務市場？我就話俾你，你只要有足夠嘅樓去出租，所以話唔可以分割。你有啲樓唔可以分割，就你一定要出租啦。因為佢譬如一間日樓起500個單位嘅，咁你又唔可以打通嘅，咁你唔租俾人？咁咧好啦，咁又有個租金 index 喎，即係每年咧根據租金 index 嚟有調整嘅。係，即係個津貼咧，如果個租金起咗咧，你就根據個租金可升可跌嘅，可升可跌嘅。嚇，咁而當然咧，其實嗰條數咧，錢咧係唔驚嘅，因為如果個租金一升嗰刻咧，其實咧就立即你政府賣出去嗰啲一棟棟嗰啲地價咧就貴咗，即係嗰啲錢咧係由嗰度嚟嘅。到長遠嚟講，呢個 market 咧可以用 bond 嚟到 operate，即係話咧人你都可以買翻呢啲嘢嚟收息嘅。其實到最後咧，一定係4厘息到，差唔多，即係呢啲咁嘅嘢穩定嚟講咧係4厘息到嘅啫，即係你無論投資幾多錢入去都，因為咧個租金收入又穩定㗎嘛，因為有政府嘅津貼喺度，其實係。
咁所以啲人如果你話用 bond 嘅形式，就嗰啲人投資者係會覺得佢睇到個 4C 嘅回報同埋好 secure 嘅呢樣嘢，因為有政府 involve， 咁於是乎佢又好願意抌錢落去買，咁啊即係好健康地有即係有 cash flow， 然之後又唔會話 high risk 嘅 return 嘅一個 investment。係啦，即係你直情可以大家夾錢嚟到做㗎嘛，即係結果咧就佢就好過喺銀行收息，即係大概4厘息度啦。即係如果你做呢啲咁嘅樓租係唔會有暴利嘅，冇可能有暴利喺競爭之下。咁第一步穩定嘅收入，第一步要確保就係你話嗰個供應量咯，即係個租戶，即係個租嘅單位可租單位嘅嗰個數量係一定要好充足先得。如果唔係俾人揦 Q 住咗嗰個即係個租嘅單位出租單位個數量，咁啊大鑊㗎咯。因為你有政府係咁 subsidize， 咁你啲錢係咁泵落。即係舉個例啦，你而家增加緊業主就嗌高價咯。嗱，你而家增加緊萬五公屋啊，咁調翻轉頭就係我咧每年咧係要增加同埋5000居屋啊，我就增加25000個租戶嘅供應，你明唔明啊？長期增加10年，更加係比較大嘅單位，於是咧最後仲拆收翻啲公屋嚟到拆添，咁於是將整個居住嘅環境 upgrade 咗，即係咁樣樣係要用10零年咁過渡過去，即係咁樣係。哇！咁呢個真係要有一個好有遠見，係咯，佢即係亦都好有勇氣嘅特首先可以做到。好啦，第二講貧富懸殊嘅問題啦，嗱，馬仔又考下你啦，即係佢而家佢點？唔係，首先要講下曾蔭權今日又發明咗一樣嘢出嚟先。又發明啲咩？咁多新發明？我聽佢講咧，我都打個突。係。佢話美大不罩喎。波大嘅不罩，應該啲美大不罩，你睇下聽點講呢啲嘅。福利嘅開支擴張容易受到市民歡迎，但係同時要慎防一旦過度膨脹，就會變成美大不罩。有冇人試啊？有冇人笑啊？美大係咯，美大不調咧，佢個調字咧，竟然讀到個罩字，即係我覺得非常之神奇，即係呢一個係，即係呢一個。佢鑊鑊都有金句喎，佢先係金句王喎，原來。唔係啊，即係佢同阿糖糖，點解啲廣東話係咁差嘅咧？我真係唔明啊！糖糖就話：佢睇人哋創意企業咧，佢話我嚟睇下你做乜諗做乜諗啫？咁咪仲有冇睇到人哋？即係咪香港人嘅啲廣東話會咁差咧？我真係唔明呢啲咁。講慣咗呢啲語言啊嘛，大家乜諗嘢咁啊？而家糖糖都幾市井嘅喎，講嘢又條條揈咁，呢啲又安拼三窿拎咁呢啲，佢真係其實都幾親民嘅，其實佢。煲呔都有唔想同你搞一辯論。哇，係啊，咁咪煲呔都有金句。我話兩位都好強。好啊，咁你講下，佢話貧富懸殊咧係冇得救喎，佢基本上係認為係。佢話資本主義社會裏邊就必然發生，即係呢個貧富懸殊就越嚟越嚴重㗎啦，咁樣樣。咁所以佢就係佢盡量即係做政府嘅話咧，就盡量喺適當嘅時候咧，就做翻些少嘅幫補下啦。咁就係一連串佢呢啲咁嘅措施。佢中文都係有問題㗎咯，貧富有差，佢同貧富懸殊係兩樣嘢嘅。咁所以佢就話都係叫大家即係適應下啦，咁嘅語氣。咁佢就盡量做㗎啦，佢哋都可見嘅將來都咁啊。不過反而佢呢份施政報告唯一一個覺得即係話幫助下啲老弱嘅政策就係佢話即係交通嘅補貼啦，即係所有65歲以上嘅長者都可以2蚊搭地鐵、搭船、搭巴士咁樣樣。咁但係呢樣嘢咧就又唔知可以維持幾耐，佢又冇個期限，又冇講實話究竟要點樣做嗱，要使幾多錢又冇個預估喺度，跟住然之後又唔知道話要呢個政策又要擺喺度做幾耐，或者要點樣樣真正落實啊等等係即係有啲係好似口號式咁樣樣喎。咁究竟唔係呢個你用17樣嘢同埋用啲官僚體系咧，即係第二笪地方就可以咧就可以冇辦法消滅貧窮，香港咧就可以消滅貧窮嘅，因為有太多儲備，有太多儲備啊！你真係一人分 N 萬元咁樣，你已經搞掂啦。唔係香港而家係貧窮嘅人咧，就120萬人。呢120萬人咧就來自40萬個家庭。如果呢40萬個家庭即係用負入息稅嘅話咧，每年咧津貼10萬蚊，香港就冇咗貧窮啦。即係呢一個係咁咧，就係400億到嘅啫。
係咯，咪就係咯。咁而家咧，我使得起有得啦。嗰個儲備咧2萬幾億咧，有5000億嘅收入咧就列咗入政府嘅經常帳，有13000億嘅收入咧就冇列入政府經常帳。呢條數咧係年年有600-700億嘅，只要將呢條數撥咗入去之後咧，就根本咧呢個立即嗱，我話俾你，香港嘅堅尼係數好高，美國又好高，呢個 before tax，after tax 咧美國就大跌㗎啦，因為佢個 tax 咧就係佢有負入職稅嘅，其實係。我解釋負入職稅，譬如你話4萬蚊為個巴，4萬蚊，你少過4萬蚊我就補15%俾你，即係如果你有6000蚊，咁你咪爭34000蚊咯，爭34000蚊補翻個15% 差別俾你，即係補6000幾蚊俾你咯，你咪立即變咗萬幾蚊咯。因為咧個負入職稅嘅好處喺邊度咧？第一，佢冇第二個部門去處理，都係而家嘅稅務局去處理啫。第一，佢係稅務局，同時係稅務局處理。第二咧，你每做多少少嘢咧，你自己係多咗錢嘅。你諗下，如果你揾15000蚊咧，我就補呢一個25000蚊嘅付息俾你4000蚊啦。你補2萬咧，我就補3000俾你。你 anyway 咧，你每努力少少咧，你個收入都多啲嘅，即係唔會 deter 你嘅工作嘅，即係呢一個係。因為政府成日攞個藉口就係話驚你養懶人，即係成日話我津貼呢啲貧窮線以下嘅呢啲居民啊，即係市民咧，就會成日話好似係驚佢哋伸手即係攤開手問人攞，就唔會努力向上啦，唔會為社會帶來貢獻。而家綜援都冇做到啲咩去防止呢樣嘢嘅喎。其實冇㗎，所以佢咪佢理據咪就係所以綜援唔可以定得太高個額度，即係佢於是乎就話我唔可以助長啲人靠綜援揾食，即係靠綜援過活，所以咧綜援嗰個額度就要撳得低。咁呢個就係政府嘅邏輯嚟嘅依家。咁好啦，一般人咧，你如果而家整呢個咧係我係叫呢個一條邊範，即係大部分嘅嘢咧都喺呢樣嘢 cover 晒啦。其實乜嘢都唔使計㗎啦，即係呢個你其實變咗係綜援乜都冇，乜所有人都 cover 晒，全香港人都 cover 晒，就 cover 晒120萬貧窮人士，即係咁樣樣係。咁另外咧有唔同需要嘅咧，就有唔同嘅津貼，再額外發放。係啦，即係譬如老人啊、殘疾啊，即係呢啲咁嘅嘢咧，咪另外加另外嘅津貼咯。而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嗰個由於呢一班人啊，個生活係受到保障嘅話咧，就會產生經濟學上產生兩個效果。第一就係佢哋會更加夠膽去做一啲投資性嘅嘢，去搏去冒險，事業上都可以去冒險。係啊，其實個社會係唔會因此冇咗錢嘅，即係呢一個係。其實推動咗佢嗰個咩6大產業添啊，同埋個消費力都提升咗，咁樣樣係。個社會嘅個 wealth distribution 咧係好咗好多嘅，即係咁樣係嚇。釋放咗更加多人嘅 talent。應該咁講，即係話我願意去冒險嘅話，我唔介意啦，因為政府都會subsidize咗。譬如話，去到某個水平嘅話，佢又補翻幾多錢俾我，咁我就算揾份工平啲嘅、低人工啲嘅，但係嗰份工我中意啲，或者我即係我能力喺嗰度嘅，咁於是乎可能將來佢睇得遠啲，即係一個 long term investment，所將來我就會可以喺呢度飛黃騰達，或者喺呢度 excel 咁樣樣咯。不過話蕭生啲橋都有個共通點啊，就係一實行咧就要炒一大堆公屋，咁就呢下，所以點解冇辦法接納啊？呢個政府係咪？係啦，現實上係冇可能做。因為咧，其實炒公務員你唔使驚喎，因為個 economic activity 增加咧，嗰啲公務員流出嚟嘅人力咧，就會俾個經濟咧就吸收咗。而嗰啲咧係有產生productivity 嘅，對整體經濟咧係再爬升嘅。如果你炒咗啲公務員，跟住之後又會更多 job，因為公務員做嗰啲咧係無謂嘅嘢，你於是轉咗做啲咧有生產力嘅嘢，你明唔明？大家去政府部門做下啲文件就知啊。近排去得多選舉事務處，深切嘅體會，係啊，好深切嘅體會。唔係啊，即係呢個我都未曾表陳嗰個蘇澤光又叫嗰阿熊仔上嚟，佢申請個電影基金，1-2億擺撚咗咁多年啦。拍到幾萬嘅，係叫你填滿電話簿咁厚嘅嘢，填完都拍 Q 完啦，嘛套戲。屌啦！然後咧就態度傲岸，喺度叫你好似俾乞兒咁樣，就鼓勵創意企業。政府部門做出啲嘢咧，佢整個基金俾人申請咧，係咩人會申請到咧？就政府出嚟，自己啲人，即係佢識得申請嗰啲人，又開間顧問公司，明唔明啊？咁樣揾錢咯，喂，越嚟越大陸化呢種嘢真係，大陸咪咁咯。你要識得即係朝中有人好辦事，仲要咧你揾間佢要介紹你去，即係嗰啲政府負責嘅官員咧，會介紹你揾間佢哋認可或者即係所謂認可嘅人，即係相熟，或者甚至以為自己有關聯嘅顧問公司，然之後幫你填晒所有嘢，就保證過㗎啦，因為佢係自己有啊嘛。大家認住公司個人，係啦，自己有。
間公司揼咗 OK， 都乜 Q 你填垃圾乜嘢 information？ 唔係你先知道乜嘢都冇 Q 所謂。你係有嗰套know how嘅，其實冚白我都話啦，個優質教育基金嗰時呢個10幾年前嘅事啊，董建華97年，我到2000年跟住發覺優質教育基金最多嘅項目啊批咗乜嘢，拎咗50億出嚟之後，龍虎武師嗰啲，屌啦，即係結果最多係做銀樂隊同埋舞獅，黑社會啊你估？教育基金，屌啦，正啫，你跟住黑社會咩？你舞獅練舞獅啫咁樣，佢優化呢個行業，優質教育。咪所以你見到好多學校都會外判出去學龍虎武師啊！冇啊，但係政府咧一來就擔心公務員會咩啦，同埋咧逢親實行呢啲新嘅政策咧，佢依家最興噶啦，又成立個乜乜督導委員會啊，乜乜顧問委員會啊，其實又係插翻啲自己人落去，跟住又高薪養呢班友。又係肥上瘦下，即係所以你推出啲乜 Q 新措施、新政策咧，其實都益自己有嘅。都有委員會啊嗰啲。係啊，都乜七委員會出晒嚟㗎。你乜關愛基金又要咩督導委員會，跟住機管局又要一個委員會，又要顧問委員會，乜都係咁。最因為其實政府都好奸嘅，即係佢就係好啊嗱，我就回應你訴求。我就設立個咁嘅乜乜乜新嘅措施或者新嘅基金，但係咧我就揾翻自己友，做晒呢個基金嘅董事局或者就係做顧問。你要嗰班友10幾20萬一個月，即係同政治助理冇分別，跟住真正落到袋或者真正幫到市民嗰啲，可能都細嚿，或者好似阿蕭生頭先咁講，都批唔到嘅。咁你班友就齋坐喺度個個月鬥人工，唔係即係等於教科書好貴係得一個理由嘅啫嘛，其實佢就壟斷，唔係就因為屌那式教育署批啦，好麻煩，搞撚咗2年，中間咧有啲會報廢嘅，於是咧用咗成千萬去 develop 教科書，而家咧你就賴嗰啲教科書商人，教科書商人咧多數都蝕本嘅，其實係，咪就係。又係嗰句咯，就係啲教育署。我使乜你審批嘅教科書？我只要一下子取消教育署嘅審批權，我淨係出個 syllabus， 你自己諗掂佢。你唔跟你 syllabus， 你啲學生仆街啊！你敢唔敢啊？嗰啲教科書立即跌咗2/3至3/4。你信唔信一本教科書要100幾蚊？屌啦！識一本小説咁厚都係賣3-4十，成日都得死嘅，你知唔知？但係呢樣嘢，阿爺更加唔放啦。講到教育下一代嘢要洗腦啊嘛，大佬佢更加唔係淨係俾個 syllabus 入你發揮，一定係佢話隻字同你攆啊！依家我諗嗰啲做 review 嗰啲，真係隻字同你攆 ，make sure 你真係冇樣嘢係唔係佢係唔係冇樣冇個敏感詞，係弄權啊！即係你官僚態度係啦，官僚態度。你態度有少少唔好咧，我就左撚右撚玩撚死你！即係經常都咁撚嘅，係冇謂嘅多到嘢。你話政治審查，我認撚咗啦，你政治審查，唔撚係政治審查。咁你有即係揸住雞毛當令箭嚟玩撚嘢嘅機會係大於一切。佢又唔敢話收你錢㗎，佢係中意玩你嘢。同埋唔係呢個固之係官僚態度之餘咧，就係要證明佢嘅工作係有意義啊！因為就係即係冗員最興係咁，你知一間公司係啦。一間公司都係冗員都係咁啊，中意擺下款啊，又呢樣嘢趌下人，嗰樣嘢趌下人，就覺得自己個位好緊要，或者即係證明俾老細睇，嗱呢個位一定要有㗎，如果唔係你炒 Q 咗都得啦。鋪到通台都係野班做嘢，其實冇嘢做，其實來來都係玩下筆啊，入下信封啊。所以呢個佢哋除咗擺官僚，就係要保護自己份工。而呢個根撚本教科書都叫多撚餘。因為咧國際學校就冇教科書嘅，係啊，碌屎噶嘛，有冇？唔係啊，屌啦！即係逍遙遙地從來未買過教科書。哦，上網教科書擺一班房度，邊個中意攞嚟睇啊？借嚟睇下，又環保啲喎，參考書變咗參考書。冇撚人未買過教科書㗎，教科書唔係一樣天經地義嘅嘢嚟㗎，呢一個係。咩美國高中都係咁㗎啦，你借書㗎啫嘛。你嗰啲所謂教科書其實學校擁有㗎嘛，你唔使買㗎嘛，你借翻去睇嘅啫嘛。你借翻去睇嘅啫嘛，係啊。你借翻去睇，識考試識。出年咪又借翻俾呢一班。係啊，又下一班咯，係啊，其實同一本嘢嚟㗎。係啊，使乜 keep 咧？嗰啲嘢係咪先？依家搞到就係有個二手市場喺度，就係咁解啫嘛。嗰啲友仔就只要咁睇完一年唔用，咪要買翻出嚟。咁但係佢蝕咗當年嗰個價錢啊嘛。咁呢個咪即係等於要啲學生或者啲學生家長去負擔咯。咁呢個又係變相係其實啲生活費一部分嘅啫，又係令到即係沉重嘅負擔嘅其中一部分咯。咁你教育如果咪使乜咁多經費啫？係咪先？喺美國講真，你唔係讀到大學嘅話，其實真係個個都 afford 到嘅喎。係去到大學咁嗰啲學費、書簿費先貴嘅嘛。咁嗰啲就係因為係高等教育啦。
啦，同埋即係基本上係偏向私營化㗎啦，即係呢個係一個 option 嚟嘅。咁但係如果香港係實行，即係第日又話要更加長嘅強迫性教育嘅話，咁你點解要搞啲咁嘅嘢嚟到加重人哋負擔先？同埋係冇一個 vision 咧，即係話咧用一啲聰明啲嘅方法，有啲嘢咧一定要政府搞嘅，咁你用啲聰明嘅方法。即係我舉個例，喂，而家全世界好多城市都行緊呢一個智慧型交通。喂，其實所有數據同埋 GPS 係可以監控成個城市所有嘢。淨係呢一樣嘢咋，減少塞車個經濟嘅熱非常，減少污染。你學落去銅鑼灣同旺角睇下幾多空嘅巴士，即係可以呢啲嘢係可以立即 instant 嚟調節嘅，呢啲嘢係。真係去到適量嘅巴士，搞到佢唔塞車，即係咁樣係。要巴士公司啊，要喪買巴士嚟做 depreciation 㗎嘛。佢係咁年年要買好多新嘅巴士㗎嘛。係賣廣告咯。係咁啊，依家要賣廣告，所以又係為咗自己賺錢咯。即係其實呢啲所謂公營機構，即係你 Q 得你死啦，係咪先？即係個個都係自己賺錢。即係嗰啲咁嘅 CEO，個個都係代平安，即係咪？只要你中意炒，我哋都鬧是但你啦。咁揾嗰幾年錢就夠晒啦。但係佢唔好忘記，呢個係公營事業嚟嘅，大佬啊，唔係平時做生意啊，唔係平時嘅上市公司。例如話旺角空巴士唔係，但係好多係非常空嘅巴士，徹底空嘅真係冇。你就算落去呢個銅鑼灣，你都見到嘅，成行巴士喺度。大佬梗係啦，佢30秒出4格，佢每30秒出4格同一個 number 嘅隧巴㗎喎。唔係啊，佢幾間巴士公司爭客咧。大家就唔使出到啲巴士啫，你知唔知啊？即係101咁，突然間有4部咁㗎，咁你點頂啊？幾多人搭都唔掂啦。最密應該104啦，100幾全部都係咁嘅現象，全部都係。你喺就係呢度嗱，人網落去就知啦。摩利臣山道口落嚟，轉出臨上鵝頸橋。嗰個巴士站咪好多隧巴嘅，嗰度你企半粒鐘包你，哇！數之不盡嘅隧巴喺度，真係嘅，不斷係咁出。係啊，佢哋猛加呢啲巴士啊，因為過海巴士好賺嘛。係啦，10蚊啊，大佬，真係絕對唔需要嘅。即係你睇外國咧，其實咧呢個里約熱內盧咧就行咗一套 smart 巴士制度咧，係好醒嘅，即係巴士專業。其實地鐵都唔使起嘅，你嗰啲個巴士調動得好就係，即係咁樣係。但係冇辦法啦，呢個我哋係平好多。我哋冇一個智慧型特首嘛，蕭生你做有可能智慧型城市啊，大佬，我哋都冇智慧型特首，好難搞啊呢樣嘢。嚟緊嗰兩個疑似候選人，由依家大家各自有隱憂咁嘅勢啦，大家苦口苦面走出嚟好啦。阿梁振英琴日好苦口苦面喎，走出嚟。屌啦，即係佢見到靈異故事啦，江澤係咯，死啊輸啊嗰啲。唔係即係唐手俾你咁踩法，而家變咗面子問題。江澤民，屌啦啲唐手冇得做，即係江澤民唔靚㗎嘛？呢啲係大撚鑊，呢啲係點解？面都青埋啦，真係。唔係咯，我見阿梁生直情係哇口黑面黑啊，走出嚟，即係好似即係氣數已盡咁啊！咁啊真啊，喂阿江前主席就喺度嚟，大佬係咪先？佢啲人點可以唔贏？咁即係呢啲污染問題啦，即係你唔處理好香港嘅污染問題。香港喺宜居城市度排位低，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污染太嚴重。好多外國人其實真係咁諗㗎，好多想嚟做嘢嘅 expat 咧，最後揀咗新加坡住而嚟香港做嘢，即係新加坡定居地，然之後咧就飛嚟飛去下香港啊，去下台灣啊，去下大陸，就係因為個居住環境個污染啊，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啲空氣污染係嚇怕咗佢哋，佢哋覺得嚟呢度呼吸唔到啊，係咁睇醫生嘅，一嚟到。係啊，好容易敏感嘅香港係。跟住然之後好啦，住又住得細，大佬嚟到喂以前可能住3000尺，依家同等價錢得翻唔夠1000尺，咁你叫佢哋點樣適應咧？呢個其實長遠嚟講都係影響香港嘅經濟發展同埋個競爭力，即係你冇辦法，你同其他嘅亞洲城市你點比較啊？你唔係淨係話喂，你成日吹噓自己啲金融業嗰啲強冇 Q 用㗎，到最後就係你個人都要喺度住先至得㗎。就算佢有錢買豪宅，咁你空氣吸都係咪咯？都死㗎，係咪先？你食物質素唔好，你成日食埋晒大陸啲假嘢，跟住然之後空氣又差，跟住交通又唔方便，成日塞車。喂，大佬揸棵樹都唔開心啦，成日塞住。咁所以即係其實長遠嚟講都係影響翻香港嘅經濟咯。所以即係政府真係又係要諗得長遠啲，唔好成日喺度即係自吹自擂。同埋香港金融業又有幾強啫？講真，咪你睇依家完全係避唔過外在嘅風險嘅，避唔過所有外來嘅即係啲因素係令到個市去 crash 嘅，所以根本係不堪一擊嘅，所有嘢都係非常非常之脆弱。